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我是文边。大家好，我是粉酸。顶一集咱讲到高雄金花尾对佚佗，咱这集就要来讲高雄有偌济农产品的伴手礼。送好朋友。是，像咱即摆伫台北对无？对。做侪所在拢买到高雄的农产品，也毋过你伫高雄亲身去买倒来，去送互你的亲戚好朋友，迄种感觉是无共的。对啦，上青的，而且佫是现台的哦。你敢甲等我去高雄佚佗。讲到高雄的农产品，你上介意倒一项？我上介意葱头。为什么啊？高雄的林园啊，都有出产这个葱头，而且我甲你讲。1月到4月时阵是大出的时阵，所以即摆要当着时。而且我甲你讲，我是安怎介意葱头，就是伊食起来就是有迄种甜甜的感觉。我感觉就是甜甜啊。什么甜甜的料理？你介绍大家看。不管是用葱头来炒猪肉，或者是炒其他的物件，拢会变甲少好食。就是我连去买迄烘肉的时阵，我拢要找迄就是有吐这葱头的。伊可能是阮兜较少咧食洋葱啊，这种物件吼，放伫菜内底，我就较无爱食。你感觉咸是毋是？我袂感觉伊咸，也毋过伊味吼，就是我无介意。安尼我嘛要讲我是爱的。好，你介意啥？我爱的吼就是竹笋。竹笋这个物件吼，伫高雄的产地内底，伊是4月到10月是大出的时阵。其实足侪小食店，伊拢有咧出竹笋汤有无？竹笋排骨啊，足脆的。而且吼，你食起来佫有一种大滋润的滋味。佫有另外一项就是菜龟啊。菜龟煲哦。菜龟啊啦！我讲吼，细汉时阵吼，阮阿嬷会家蒸迄菜龟啊，像我迄肉摕海食有无？啊，也毋讲吼，伊迄有诶部位吼，你通甲做菜龟煲。哦。嘿，你甲泡打，啊，剩迄有一点点啊，看起来垃圾的迄种。安尼你感觉敢摕来洗吗？也毋过迄真正足好洗。所以吼，菜龟啊，这种物件吼，伊其实吼，你要用炒的啊，你要用煮汤的啦，拢会使。你也甲放一寡水，甲迄菜龟安尼切切的有无？啊，甲蛋落去炖。你毋管是炖，还是用火，就直接安尼煮吼。你煮久了，伊软的时阵吼，迄汤内底哦，全部拢是菜龟啊，甜甜的味。有够赞，不过拄则拢是讲一寡菜色，即马就要来讲瓜子。你上介意食啥？我上介意食木瓜。木瓜，等下，你爱食的物件，拢看我电脑顶，我做无介意食木瓜。是安怎？为什么？我感觉木瓜歹食啊，袂甜啊。你是毋是买着拢袂甜？我嘛毋知啊，木瓜汁我嘛毋咧。可能我无介意木瓜沤开迄种软软的感觉，因为吼，阮细汉咧食木瓜仔的时阵有无，阮兜的拢甲切一半，啊，内底有迄乌乌的籽嘛，啊，甲迄乌乌的籽掰出来嘛。我食过几摆啦，也毋过就是无介意啦。毋过我甲你讲，木瓜其实伊有真侪营养素，伊有这维他命 C、贝塔、红菜头素，伊会使抗癌。而且我甲大家讲啊，像我甲滚一边啊，佫有小编啊，阮平常时准备这台语真认真的节目，都是会食这个木瓜来顾咱的肝。你当时我当时有食木瓜，两舒敢有较舒服吧？2 seconds later， 啊，我上介意的吼，就是芭乐伫高雄吼，全年拢会出产，上大出的时阵是伫6月甲9月。啊，芭乐为什么我介意食呢？因为伊含竹笋共款，加起来脆，伊比竹笋更较脆。我就是介意我喙咧无用迄种感觉啦，有无？所以你无介意软的迄款？软的木瓜我都无介意，所以脆我感觉好食，而且吼加久了吼，有一个甜味出来。你看台南的特性佫出来，好咸甜甜啊，伊就变甜的。芭乐佫有一个做好食，你一定要闻迄梅仔粉，有足侪外国人吼闻梅仔粉，这对因来讲是一个足神奇的食法。台湾人咧食吼，足介意食，外国人嘛足介意。啊，你咧，佫有介意啥物水果？我介意酸呀。啊，你嘛讨厌对无？酸呀，我算袂歹。甲你讲，这酸呀伊功效嘛真多，就是因有真侪多酚，佮有迄个磷，所以共款会使抗癌。你唔介意食抗癌，你做惊家己的着病安尼啊？因为人咧讲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饭都爱拜田头。所以吼，咱也会当吼加了解咱生产品啥物重要的农产品吼，对咱来讲是足重要的。为什么这所在伊较会种酸呀？你看这所在伊会大出来籽，这拢是咱这个故乡的故事。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吼，以后吼，咱观众朋友若介意这款的单元的时阵吼，咱就会当继续做落去。对啊，咱还袂做着台南佮中华。系啊，所以你继续支持落去，咱才会当继续做咱这专题。安尼，后礼拜这个时间，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